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係大明啊！好多香港朋友問啦，你哋中山本地人住嘅屋係咩樣㗎？有冇得買啊？嗱，本地人咧住嘅就係呢啲屋啦啊！我哋睇下，咁咧我哋一般都係叫呢啲咧就唔係商品房嘅別墅，呢啲就叫做自建別墅。咁自建別墅同商品別墅有咩區別咧？咁我哋去買發展商啲別墅咧，你都知啦，會涉及到一個物業管理啊，物業管理咧，佢要俾一個物業費。咁如果你買一個300幾方嘅別墅就3000幾尺，好多一個月嘅嗰啲物業管理費啊，都要去到1000零蚊咯。咁咧，可能1000零蚊對於啲香港嗰邊嗰啲消費嚟講就唔算高啊，但係咧本地人咧係精打細算嘅。咁咧佢哋買別墅，如果覺得每個月俾1000零蚊，佢哋就會覺得啊，有啲貴喎，唔係俾唔起，係想慳得就慳。咁咧呢種房咧就係，如果你買落嚟咧係唔需要俾管理費嘅，啊自己管自己，啊咁好多香港人就話啦，咁自己管自己冇管理冇保安，會唔會唔安全啊？放心，大陸而家係世界最安全嘅地方，到處係攝像頭，到處係警察巡邏。如果出咗啲搶劫啊，當然就係我好衰啦，我話假如啊，盜竊案啊，24小時就同你偵破啦，辦事效率非常之高啊。咁而且好多啲自建房咧都係可以裝攝像頭嘅，係同嗰啲派出所關聯嘅，一有啲咩特殊情況會自動報警嘅啊。咁咧，我哋睇嘅呢度咧就係呢啲自建房是非常之難得㗎，佢係一條大馬路啊，好方便。咁咧呢啲停車位咧都係唔使錢嘅，隨便停啊，隨便停。咁咧呢度咧就係咁多個自建房係貨量非常之充足嘅，大概都係200幾萬到300幾萬之間咯。好啦，我舉個例子，就係舉我哋身後呢套房咧，其實咧佢佔地係接近300方，舊年咧佢就賣到300幾萬。咁你知啦，美國嗰個癲佬成日搞貿易戰啊、關稅戰咁啊，咁業主咧就開始都係做出讓步，而家200零萬就要落低噶啦，啊，咁咧當然而家係鎖住條門嘅，咁咧我就唔記得帶鎖匙啦，但係咧我有入邊嘅視頻，我可以俾大家睇嘅。反正就係，如果有咩香港朋友咧想買嗰啲自建房咧，別墅嘅，啊，唔想俾物業費嘅，想係精打細算過生活嘅，就可以同大明多交流啊！大明係主做中山呢邊嘅商品房、自建房，仲有別墅啊！每一種產品都有每一種適合佢嘅人，每一套房都有佢嘅主人，即係佢適合嘅主人。咁每一個人咧，佢對房嘅理解都唔一樣，要求唔一樣。咁我哋呢啲就係呢一條街嘅自建房咁，就係呢啲我就覺得係三鄉比較優質嘅自建房咯。首先我哋望呢邊去，係嘛？一個門口出嚟，哇，成10幾20米、幾十米係冇建築嘅喎。呢啲就係人哋種嘅菜，純天然嘅綠化啦，係咪先？咁咧呢度咧，去到珠海咧，其實都係20幾分鐘嘅啫。去到市區石岐東區咧，上到條沙灘快線啊，咁咧都係20分鐘咁啦。所以交通位置係非常之便捷嘅。所以你睇，我哋再瀏覽下呢一條街嘅自建房，係嘛？啊，其實入邊大大細細都有各種嘅貨，反正都係佔地300方200幾萬咯。啊，而且唔需要俾管理費嚇，唔需要俾管理費啊！啊，自己管自己啊，一個月連管理費都可以慳1000幾蚊。好，呢期到呢度，唔該晒，see you。